2026年屬馬嘅朋友喺馬年係本命年，會係變動比較多嘅年份，包括事業、感情、家庭、健康等等，我哋就要爭取咧各樣要越變越好。其中馬年咧事業運勢係幾好嘅，適合專心去搞事業揾錢，但係同時都要注意身體健康嘅問題，特別咧係容易見到刀光劍影嘅事就會少啲接觸啦，安全第一。我哋馬年咧會有兩個吉星照住。第一個係將星，將星就係對官職嘅升遷、職位發展、提升你嘅領導管理能力都會有正向嘅加分。所以今年屬馬嘅朋友就要多啲關注事業嘅發展，特別係冇職嘅人士，係我哋升職加薪嘅好時機。第二粒吉星咧就係歲駕星，有太歲護駕，能量助力，所以咧講話都會特別有影響力。但係咧都唔能夠出言傷人喎。同時馬年有4個凶星咧就要注意嘅，一粒咧就係太歲星。今年屬馬嘅朋友都會容易因為講嘢衝動而引起不必要嘅衝撞，所以咧最好係低調處世，少說話，多做事，穩定一下情緒，用結果同埋成績說話。另外咧有2粒凶星咧就係劍鋒3刑，容易會有損傷或者要開刀嘅小手術，需要提前做好預防措施，例如咧過咗立春就去捐血、洗牙或者做個體檢。平時開車出入嘅朋友咧要特別注意道路安全。屬獅咧會稍為影響家宅運，可以多關注屋企人嘅健康。馬年特別要留意屋企嘅正南方，避免用一啲紅色系列嘅物品。咁整體嚟講，屬馬嘅朋友喺馬年應該多專注事業發展，感情姻緣咧順其自然先啦。同時要注意禍從口出而得罪小人。我哋一定要低調行事，過咗立春咧就去體檢一下，最緊要身體健康，咁就萬事大吉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